呀，点点这孩子是该好好管教管教。自私你大爷！我不懂事你大爷！老二，你疯了吧？她可是你大嫂啊！点点还是你们亲侄女呢。既然大嫂这么深明大义，那这样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弟我做生意，现在差2万块钱，你们先借我2万，等我有钱了再还你们。老二，你存心刁难我们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要钱还不简单吗？你现在点头让点点把骨髓捐了，那2万这不就到手了吗？一码归一码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们让点点捐骨髓就行，借我钱就不行。老二啊，这不是大哥不借给你，大哥这儿没有啊。我们家什么情况，你不也清楚吗？我可太清楚了。昨天你儿子还在点点面前显摆呢。哎呀，我们家可太有钱了，是万元户，我们家有2万多存款呢。苏泽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我给你算过账，一个高级工，抛开这么多年你爷俩的吃穿用度，这折子上怎么攒的也有5万块钱了吧？对，现在张口就问你大哥挪2万，这不是诚信的吗你啊？哦，是我原本是有5万，但这些年啊，陆陆续续已经被桂花婶他们家那个寡妇秦海茹给借走了。哎，正好桂花婶今天就在这儿串门，不信你们问问她呀。哎，苏泽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谁不知道你和我们家海茹的事儿？你的钱就是我们家海茹的钱，以后啊，那10万不也是我们的？哟，桂花婶，您还惦记着那10万块钱呢？那咋啦？哎呦喂，这可是5万块钱呐！我1分钱都没花，被秦海茹那个骗子给骗去了。张桂花，今天你要是不把钱吐出来，老娘就撕了你的嘴！哎，我撕了你这人，看我揍你！你干嘛？秀泽，我知道你还恨我，但是我儿子是无辜的呀！我请了最好的大夫，用的是进口药，我还给你们补偿，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抓住过去不放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？够了！你儿子无辜，我女儿就不无辜吗？她10年没妈，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毁了她，为了你的豪门生活，拿我女儿的命去换，你配当妈吗？这老二以前啊，唯唯诺诺的，发起火来这么凶啊！你女儿的命是命，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你就忍心见死不救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你儿子的命关我屁事儿！这苏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这还是那个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离了我就活不了的窝囊废吗？苏子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吧！你难道还要让我给你下跪吗？你还妄想让我女儿去死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个母亲。从今往后，点点没有你这个妈，以后你再敢打点点的主意，我就让你做不成豪门太太。不信，试试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5年后，杨丽的富豪老公因为长期偷税漏税和造假被人举报破产。哼，这个贱人要是敢动点点，我不介意让这个时间提前5年。现在，给我滚！苏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点点也是我的女儿，这个骨髓，她捐定了。出来！不是，苏泽，这是闹的哪出啊？对了，刚刚冲出去的那女的是谁呀？我大哥，我嫂子，我妈，为了点钱，逼我们家点点去卖骨髓啊！他们还要抽我的血呢！什么？让点点这么小的孩子去卖血，还要抽骨头拿去卖？苏泽，听大娘说，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听他们的话，这样点点会没命的。我以前就瞧着苏家老大媳妇不像是个好东西，肯定啊，就是他在背后捣鼓的。但这老大家媳妇的心也太黑了。哎呦，你们看见啥了吗？你们就说，没看见吃亏的是我吗？
这老二上来就呼了我一巴掌，来看看，哎，快看看，这巴掌印还在脸上呢。现在知道喊疼了。你刚才嚷嚷着让点点卖骨髓的时候，你嘴皮子不是挺利索的吗？合着我们家点点的命不是命，你的脸才叫脸呗？我看你也没脸。行了，老二，再怎么说这是你大嫂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是，她是我大嫂，你还是我亲妈呢。说起这事儿啊，乡下那老房子，我爸说了，我跟大哥一人一半，大哥把那房子卖了2万5，是不是都揣我大嫂兜里，给他弟当彩礼了？春花婶子，你也太偏心了。当年点点才几个月大，又发烧又肺炎的，苏泽到处求人借钱，你这当妈的不说帮衬点，还帮着老大家坑自己亲孙女的救命钱，这心也忒狠了。苏伟，你连亲侄女的救命钱都敢卖，你这当大哥的亏不亏心呢？我让你妈去跑火车！苏伟，你是死人吗？没看见自家娘们被人打了，给老娘上啊！老二，今天不把你打得跪地求饶，我跟你姓！我哎呀，走，松手！大哥，你听个傻老娘们忽悠，你对你亲兄弟动手，你长没长脑子啊？妈呀，这老二你还管不管了？10万巨款拿不到就算了，他这是还要杀人呀！对自己亲大哥都下这么狠的手，反了天了！这老二是个孝子，平时是最听妈的话，特别是妈一哭，不管要什么老二都会答应。苏点点捐骨髓这事儿就妥了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儿子，居然对他亲哥下手啊！这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！哎呀，老二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你要是不让他捐骨髓，我就撞死在这儿。钱是只要我妈一哭，我命都可以给出去，但重活一世，我再不会因为愚孝而被你们拿捏了。大哥一家想要点点卖骨髓的钱是吧？啊，立字据。点点以后要是有什么后遗症，死了残了，你们一家卖血卖肾也得给我女儿治病养老。还有啊，别扯开话题。老家那老房子卖了2万5，我要一半。大家都这么熟了，1万5多出那2500就当利息了。苏泽，你少在这放屁！什么2万5？哪里来的2万5啊？那老房子都快塌了，能卖几个子儿？还1万5？你就在这做梦吧！妈，老公，咱们走。这1万5我要定了。哇，还有烧鸡！爸爸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只要点点爱吃啊，爸爸以后每天都给点点买烧鸡吃，好不好？不要，爸爸赚钱太辛苦啦，我们得省着点花。你真乖，点点不用担心，爸爸以后啊会赚很多很多的，花不完的钱，吃吧。这就是重生的好处啊，有了对未来的预知，赚钱比捡钱还简单。点点，怎么不吃啊？来。这鸡腿是大棒哥哥的，爸爸说了，大棒哥哥没有爸爸，点点有爸爸，所以让大棒哥哥和小婷妹妹吃好了，点点再吃剩下的。慧谦可太不是人了，因为秦海若那寡妇的几滴眼泪，就心疼她跟前夫留下的孩子，忽略了点点，自己当冤大头就算了，还拉着点点一起被他们吸血，糊涂啊！点点，从今天开始，爸爸买的鸡腿只有你能吃，以后你不用再让着别人了。爸爸，来，烧鸡，奶奶是烧鸡啊！苏泽，弄这么大一桌子菜，这日子是不过了呀！你别忘了，你还要给我孙子孙女交学费。还有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事了呀！知道我们家大棒爱吃烧鸡，
买到烧鸡了还不往我们家送，还让我自己来上门拿。哼，拿过来，这是我的鸡腿。奶奶，叔叔他打我！滚一边去！什么叫你的鸡腿啊？这鸡腿是给我女儿买的。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你敢打我孙子？大棒要是摔坏了，老娘和你没完！苏泽，你什么意思？以前这好吃的都是留给我和哥哥的，苏点点都只配吃剩下的。你欺负我们，我去告诉妈妈，让她以后别理你。滚蛋！他秦海茹算个屁呀！以前是我瞎了心，现在你们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家。苏泽，你吃了豹子胆了是吧？连海茹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哼，谁不知道你是我们家海茹的跟屁虫？你有胆子离开他吗？哼！又拿秦海茹来威胁我，怎么怕了？哎呀，你想娶我们家海茹那也不是不行，让苏点点过来给我和我孙子道歉，把烧鸡拿过来，顺带让苏点点赶紧把骨髓给卖了，那10万给我们家海茹做彩礼钱。张桂花，你脑袋让门夹了是不是？生了2个娃，带着个老不死的拖油瓶，张口跟老子要10万，你这么大岁数都活脸皮子上了吧？我给你脸了？哎呦喂，你竟敢骂老娘！老娘今天不教训你，老娘就不姓张！你敢打我？来，你打一个试试啊！你打一个试试，我让你这辈子跟海茹再不到一块儿！哼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敢。我打的就是你，怎么着？你什么你啊？再不滚，老子给你假牙打掉！苏泽，你跟老娘等着！走！奶奶，我饿。哎呀，饿什么饿呀？丫头片子赔钱货，就知道吃。奶奶，我不管，我今晚就是要吃烧鸡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乖啊！你放心，奶奶今天一定让你吃上苏泽家的烧鸡啊！哎呦，可怜的大孙子都饿瘦了。哎呦，妈，我在门口怎么听见大棒和小婷说肚子饿呀？您没做饭呀？吃什么呀？气都气饱了。哎呦，妈，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问你你这2天是不是和苏泽闹别扭了？怎么苏泽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买了1只烧鸡，还做了1桌子菜，都不知道第一时间给咱们家送。大棒想去吃个鸡腿，他都不给，他还打了我和大棒哎呦，妈，您开玩笑吧？我跟苏泽能闹什么别扭呀？你说他还动手打你们？哎呀，这不可能！你不信你问大棒和小婷。妈，奶奶说的都是真的。苏泽这个坏蛋，不仅把哥哥推倒在地上，还打了奶奶1巴掌。真是反了苏泽他了。你放心，妈，大棒、小婷，你们现在就在家等着，我这就去苏泽他们家，把烧鸡还有那1桌子饭菜都弄过来，再让他好好给你们道歉。海茹，你今天去可得悠着点，苏泽这么反常，是不是你一直以来不让他跟你那个，他不想要你了啊？哎妈，你不懂，这一个猴一种拴法，像他那种死舔狗就得吊着，这吃不到的呀才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海茹，现在可不能这样吊着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苏点点那死丫头的亲妈今天回来了，要拿10万块钱买苏点点的骨髓，给他儿子治病呢。什么？10万？那可不咋的呀。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和苏泽生米煮成熟饭，让他对你负责，把那10万块钱搞到手。哎，王春花那死老太婆还盯着呢，这10万可不能让他们给抢去。好，妈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我这就去找苏泽去。去吧去吧啊，可别搞砸了啊！来，点点，咱们多吃点肉啊。苏泽，在和点点吃饭啊？点点，多吃菜啊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营养得均衡。苏泽，这眼看这月底了，家里还没米下锅。我刚刚一回到家，大棒和小婷都嚷着肚子饿，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有用，让孩子饿肚子了。苏泽，这些年多亏你一直帮衬着，不然我们孤儿寡母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大棒和小婷也一直都拿你当爸爸。哼，爸爸？我看是拿我当冤大头吧。苏泽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你永远都是大棒和小婷最好的爸爸。那个，大棒和小婷都还没吃饭，饿着肚子呢，我拿些饭菜给他们带回去啊。点点，你怎么吃这么多肉啊？给哥哥妹妹留点，他们正长身体，真是不懂事。谁让你拿的？想吃自己买去，别总想着拿别人碗里的东西。还有，我可没有给别人当爹的爱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点点一个孩子，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爸。这死舔狗还敢跟我闹上脾气了，肯定我把他吊太久真生气了。算了，看在那10万的份上，不行我今晚就同意跟他。苏泽，其实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我男人了。我知道我一个寡妇带着孩子配不上你，可大棒和小婷他们是无辜的呀，他们早就把你当成亲爸了。你说这话，他们多伤心呀！哎呦，这秦寡妇不愧是2个孩子的妈，前凸后翘又梨花带雨的样子，确实真让人心动。难怪上辈子被她吃得死死的，要不是重生，铁定又被她给骗了。啊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什么叫我早就是你的男人了？我们2个清清白白的，这要是让别人误会，我以后怎么讨老婆啊？果然，这死舔狗还真是因为我没跟他那啥，在这跟我闹别扭呢。苏泽，我决定了，咱俩结婚。结婚？前世你也是没多久提出要跟我结婚的，结果目的就是为了点点骨髓换的10万块钱，而且今晚就可以那个。海柔，海柔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等我病好了，我把我赚的钱都给你。哦，对了，之前点点捐骨髓的时候，不是给了你6万吗？6万？你不是还给你大哥家4万呢？你怎么不让他们来救你啊？苏泽，我告诉你，残废了就去死。至于那6万嘛，就当是这些年我让你舔的青春损失费。苏泽，说起来，我许茂还真得谢谢你啊，帮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女人。今晚那个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果然，我只要随便勾一勾手指头，这死舔狗还不得被我迷得5迷3道的？这还能有假吗？想不想要那10万块钱？啊，这不好吧？你不去演戏，真是可惜了。苏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点点，你先回屋。苏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这么对我？
你放心，我对寡妇没兴趣。倒是你欠我那5万块钱，什么时候还我呀？那是你自己硬要塞给我的，我凭什么也要还给你？哎，别走啊！说清楚，什么叫我上赶着非要塞给你？要不是你哭着跟我说你家那俩白眼狼饿得都没饭吃了，我能把钱借给你？这叫借，懂吗？算了，对待苏泽不能来硬的。是了，我得哭。以前只要我哭，苏泽一心软，什么都会答应我的。苏泽，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狠心啊？我一个寡妇，我还拉扯大2个孩子，家里还有婆婆要伺候，我容易吗？我是真的没有钱。哭，秦海茹啊，别跟我在这儿玩苦情戏，赶紧还钱，麻利点。你有钱没有？要命有一条，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！哎，我可不动你，你要是不还钱，我就把你告到执法队，我说你诈骗，到时候你可就进去了。没钱你可以找别的男人要呀，像许茂、易大海、李副厂长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问他们借钱啊？奇怪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全是你勾三搭四，我却被你蒙在鼓里。即便后来他们的事曝光了，秦海茹这个贱妇一句生活所不流点眼泪，我又继续跪舔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头号大傻帽。秦海茹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这些年你偷摸存了不少钱吧？这要是让桂花婶知道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要是让许茂、易大海、李副厂长的老婆知道，到时候他们会不会活撕了你？什么钱不钱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的是你包里夹层里藏着的存折。糟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包里藏着存折？我哪有什么存折？不还是吧？得，不还钱，那我可喊了啊！桂花婶啊，你家群……我还给你不就是了吗？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啊！那你先去把门关上。拿来吧。哟，55000啊！行，那就还我55000吧。不是，苏泽，我只欠你5万，你让我还你55000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那5000块钱就当是我的利息和精神赔偿。怎么，你有意见啊？我还嫌不够呢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桂儿，行，我给。等一下，密码告诉我，还有取钱的委托书，再写个条子，写清楚了这钱是你还我的，免得到时候你反咬我一口。好，我写。点点，来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好东西啦。点点最爱喝的 AD 钙奶，还有那大白兔奶糖和果冻。爸爸，点点不吃，桂花婆婆还有海茹阿姨说了，好孩子要让着哥哥和妹妹，点点吃了，他们更要找上门来。点点不想让爸爸不开心。苏泽啊，苏泽，你以前真不是个东西。看看点点被规训成什么样了，放着这么好的女儿不疼，去养秦海珠那家白眼狼。点点，他们说的话一句也不要信，更不用听。爸爸不会不开心，只有点点开心了，爸爸才会开心。只有点点开心，爸爸才会开心。当然，因为点点是爸爸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以前是爸爸错了，爸爸忽略了点点，你能原谅爸爸吗？
爸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点点，爸爸知道错了，这辈子你不要丢下爸爸一个人，好不好？爸爸不哭，点点会一直陪在爸爸身边的。爸爸不哭。来，点点，你看，爸爸还给你买了什么？哇，是画笔！点点是不是最喜欢画画了？点点想学画画，以后要当一个大画家。好，只要是点点喜欢的，爸爸都支持。我记得前世报纸上说，1990年有一个企业家花了几万块购买老五股，几个月内赚了几百万，回报率高达50倍。我要是把这5万5全部买入，几个月能赚275万。那我还打什么工啊？我现在就去厂子把工作辞了。我孩子，什么事儿啊？闹得这么大声！孩子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们才是人贩子的，你们还我！还给我！大家评评理呀！我和我男人带孩子来城里买东西，这俩女的上来就抢我儿子，看农村人好欺负呀！你胡说，那明明是我的孩子！你那么年轻，我看都没结婚吧？穿得花里胡哨的，脸画得跟上戏似的，像是当妈的人吗？这姑娘看着太年轻了。听说最近在东海丢了好几个娃，搞不好就是这2个女的偷的。这个女人和这个老太太似乎有点眼熟啊。胡说，他们才是人贩子。我想起来了，上辈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拐卖儿童致死案，他们就是华国金融大鳄傅家的家人。这个傅老太太还因为自责过度，伤心而死。大家睁大眼睛看啊！这俩女的肯定不是第一次，我们谁敢没孩子？是我们今天弄不好他们，明天丢掉我们自己家的娃呀！对，抓住他们！上次又听说隔壁街有几个孩子差点没抱走。别动人贩子，先把他们送到执法局去。对，送执法局。不是，对，送执法局去。放开我们，我们不是人贩子，放开我们！不好！放开我！那明明就是我的孩子，不要听他们胡说！我要报警！救命啊！谁能来救救我的孙子啊？站住！把孩子还人家！这是我孩子，你是谁？是不是他同伙？小伙子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们俩就是抢了我的孙子，就是他们。行，你说这是你的孩子，好，那我问你，这孩子出门必备的奶瓶、尿布、换洗衣服，这些东西在哪儿？我都丢了。妈，我们的包！对，你走开！大家看看啊，这都是我孙子用的东西啊！大家看看呐！这是他的呀！不，这是我们的包，是他们偷了我们的包。你说是他们偷了你们的包，但这包里的东西一看就不便宜啊！就是。大家看啊，这2位的穿着和这孩子的穿着，身上一看就是牌子货，好料子。这孩子是谁的，就不用多说了吧？哎，这小伙子说的对啊！哎，这么一看，孩子跟他们更像一家人啊！是啊！大家听听，他就是瞧不起俺们农村人，觉得俺们农村的孩子就得穿得破，这是啥道理啊？我们自己舍不得，也得让孩子吃好穿好，这还错了？城里人穿着光鲜就是好人啊，我们穿旧点就是坏人，这不是欺负我们乡下老实人吗？这2个人贩子嘴还真硬啊！
还不承认啊？来，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答对了，我就让你们走。你说这孩子是你们的，那这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胎记啊？在什么位置？怎么答不上来啊？连自己孩子身上有没有胎记都不知道？没有胎记，有胎记，我儿子耳朵后面有一个星星形状的胎记。哎，还真是，这孩子耳朵后面还真有一块胎记啊，是星星形状的。原来是贼喊捉贼，实在太可恶了。哎，就是，我看着都被他骗不到了。继续了，这肯定是刚刚他们抱孩子的时候画上的。不是，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们有钱人串通好了欺负我们穷人，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拐卖头子。他们做的局，就是他们做的局。到底谁是真的？大家看，我是腾龙机械厂的工人苏泽，厂址、车间编号和工号都在这上面，执法队一查就知道。太好了！我们接到群众报案，说这里有人拐卖儿童。是的，执法员同志，就是这2个人贩子拐带我儿子。想跑啊？执法员同志，就是他们俩要抢我的孙子啊！把他给我铐起来，带走。还好执法员同志来了。老太太，还有这位女同志，为了核实孩子的真实信息，也请跟我们去一趟执法所。好，要的，执法员同志，我们跟你回去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我们是从北边来探亲的。谁想着摊到这种事儿啊！多亏你了，要不然我们这个孩子要被他们俩抢走啊！谢谢了，快醒醒！我到现在腿都是软的，要是儿子真的被抢走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是啊，不用客气，我也是当爹的，这孩子离开的痛苦我能理解。不哭，快去吧。走，谢谢。不哭了，妈妈在。父亲，算了吧，还是人命比较重要。你们请回吧。好，谢谢。妈，老婆，你们没事吧？你个不孝子，都怪你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儿子差点被人贩子给拐跑了？哎呦，妈，我哪知道会有这种人呢？幸好没事，否则我要让这2个人贩子偿命。哎呦，你现在发狠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是那个叫苏泽的小伙子，你现在哭都来不及。哎，妈，您说的对，这苏泽啊，就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。是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。哎，妈，可有苏先生的联系方式啊？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哎呀，当时啊乱哄哄的，我也没有问人家住在哪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只听说他好像是哪个厂的工人，是我记着呢，叫腾龙机械厂。啊，对，腾龙机械厂。少爷，这是一个严重亏损的厂子，之前我们和陈四海有生意上的来往。你去马上安排一下。你先让陈四海带我出面，对苏先生表示感谢。我后续会专门郑重拜访。好的，少爷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哎，妈，走吧。走。10年啊，最好的时光都奉献在这儿。谁曾想这厂子过2天就要倒闭了，可惜了王厂长这么好的人。上一世点点肺炎就是他借钱给治好的，重活一世，怎么着也拉恩人一把。这个点儿，苏泽不在车间，来这干嘛？他好像是去找厂长了，走，过去听听。厂长。哦，是苏泽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今天来啊是厂长。哎，厂长，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？苏泽也在，正好不用我派人去叫你了。
这两位是？王厂长，我是杨氏集团的杨浩，这位是我的姐姐杨丽。哦，杨氏集团就是咱东海除了四海集团最有实力的杨氏集团。哦，背靠京城的周家，这位杨丽是周氏集团的少夫人。哎呦，原来是杨总和周夫人呐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厂长，杨总他们这次带了一笔20万的订单来了。20万！哎呦，欢迎贵客！来来，咱们坐下来谈。不必了，王厂长，我们几句话说完就走。单子可以给你但是我们有个要求杨总尽管吩咐，王富贵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得给你办成喽。简单，要么让你们厂工人苏泽同意把他女儿的骨髓给我侄子，要么就让他给我滚蛋。让谁滚蛋？你居然敢打我爹！王厂长，这就是你们厂对待大客户的态度。再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，就不止动手这么简单。苏泽，反了天了，赶紧给杨总道歉。人杨总让你女儿捐骨髓是看得起你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？哼，苏泽，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你也得为咱厂里想想啊！20万的订单呢，这么多年，咱厂培养你，给你发工资，做人怎么也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呐！少他妈给老子来这一套！老子18岁进厂，勤勤恳恳干了10年，挣的每一分工资钱都是我应得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李副厂长，你别生气，我跟苏泽呀是一个院的，从小看他长大的，我来跟他说两句。道德天尊义大海，前世我就是被他那套屁话给规训成了烂好人。说吧。苏泽，不是易大叔我说你，做人呐不能太自私，光想着自己，你不能对一个孩子见死不救啊！咱们怎么都要发扬传统，舍己为人，这是我们光荣传统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果然还是老配方。易大海，你舍己为人，那医院那么缺血，你怎么不把血抽干？那能救老多人了，这多高境界，多光荣！你别跟我这强词夺理，做不到就给我滚蛋！老子不吃这一套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跟长辈说话？长辈怎么了？长辈说什么就得做什么，我给你脸了！苏泽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厂长，我建议啊，就像苏哲这样的，必须让他滚蛋。听见没有，苏泽，让你滚蛋啊！我看你没了这份工作，你跟苏点点挨饿的时候，你还怎么硬气得起来？话说几位，谁同意开除苏泽的？王厂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20万的订单你不想要了吗？用娃娃的骨髓来换订单，你们心里过意得去，我王富贵心里过意不去。苏泽就算同意，我都得劝他别捐，用别人的性命换钱，这钱不要也罢。小苏，你放心，只要我还在这厂子，你和点点永远都有口饭吃，咱饿不死。厂长，你疯了吧？那可是20万的订单，咱们厂的效益。效益？我今天为了效益就害死一个孩子，那我明天会不会为了前途就背叛工人阶级，收回你的资本主义那套说辞？这事儿别谈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们这个破厂子就等着倒闭吧！威胁谁呢？我就不信你们真的能在东海只手遮天。哼！什么？前期订单全部取消？看什么？现在知道我们厉害了吧？我马上就会取消你所有的订单，你就等着给我破产吧！厂长，
您放心，就冲您今天说的这句话，我给你打个包票，我有主意能让咱们厂起死回生。苏子，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现在这个状况，腾龙恐怕只剩破产清算这一条路了。我说苏泽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你哪来的自信能让腾龙起死回生啊？厂长，那些破订单不要也罢，咱们可以转型做别的呀。腾龙机械厂本身产业结构就有问题，如果不及时转型，再过2年它也得破产。您说的没错，现在的行业是越来越不景气，可转型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个我先给您卖个关子，如果您相信我，我跟您保证，让咱们厂1个月利润翻10倍，5年翻100倍。当真？自然。哎呀，苏泽，要是你真有办法拯救工厂，我送你腾龙工厂1半的股份。黄厂长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别说他出了这个破主意能不能成，就算成了，你以为在整个东海还有人敢跟你们腾龙合作吗？到头来不还是死路一条？哼！是谁这么大的口气？还能让我不跟腾龙合作？哎呀，海爷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？我刚刚听见有人在东海，好像要一言堂的意思。哎呦，哪能啊，海爷，没有的事儿。这东海谁不知道海爷您最大？我刚刚就是在教训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你说谁是不知死活的东西？就是这个苏泽。海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苏泽就是我们厂的工人，我们待他不薄，他恩将仇报，马上就要把我们厂给搞倒闭了。这苏泽还想打我，海爷，他今天敢打我，明天就敢对您不敬啊！敢对我的恩人出言不逊，我看你们真是活腻了。我成了东海首富陈四海的恩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堂堂东海首富，为什么要向他鞠躬啊？苏先生，今天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要不是您仗义出手救下小小少爷，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我陈四海，不是我们整个四海集团的大恩人。小小少爷，应该说的是今天那个孩子。原来陈四海是华美集团富家的人。海爷，不用客气，当爹的遇见这种情况，相信换作是您，肯定做得更果断。好，苏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他和陈四海谈笑风生。苏泽怎么就成了海爷的恩人了？那我刚才岂不是……苏先生，我刚刚听下来，他们几个是不是在找你麻烦？对，他们呢，想要强行抽我女儿的骨髓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哎呦，海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其实那是苏泽和我姐共同的孩子，只不过离了婚。说到底，还是家庭的小矛盾。对，我女儿的亲生母亲想用我女儿的命换她儿子的命。苏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捐骨髓又不一定会死，而且我儿子现在危在旦夕，你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吗？抽骨髓不一定会死，那就是有可能会死。凭什么你轻飘飘一句同情心，我就得搭上我女儿的命啊？苏泽，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！我难道没说我会给你钱吗？别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，为了几个臭钱什么都能卖。杨丽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为了几个臭钱不顾我女儿的死活的。说得好，你果然不愧是我陈四海的恩人，有骨气，有担当。海爷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们杨家不是那样的人。是不是乱说？我还没有耳聋。姓杨的，如果你要敢动我恩人的女儿，那你们以后也别在东海混了。海爷，不敢，我们不敢。滚！滚！我们现在就滚！我们现在就滚！走走。不行，如果儿子死了，没有周家做后盾，
我们杨家什么都不是。姐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苏泽他不是最疼女儿吗？既然钱打动不了他，那就别怪我对苏铁林下手。苏先生，我刚刚听见你们好像工厂要进行转型啊。现在罐头厂、饮料厂的市场缺口很大，如果转型做罐头厂和饮料厂的外卸加工，利润相当可观，还不用添加新的设备。不错，有想法。这样，从今开始，我四海集团所有的罐头以及饮料的外卸加工，全交给你们腾龙厂了。太好了！对啊，哎呀，实在太感谢你了！行了，不用谢，要谢就谢苏先生吧。哎，苏泽，不用等以后了，我现在就把腾龙厂一半的股份给你。那我就先谢谢厂长了。哎，说什么谢？要不是你，咱们厂就倒闭了。你可是咱们厂最大的恩人呐！行了，你们先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苏先生，咱们回见。海爷，您慢走。真没想到，苏泽摇身一变成了腾龙的大股东了。快去！苏泽，你现在都是股东了，咱俩这关系肯定能给我弄个车间主任做做吧？你就这么想当这个车间主任啊？想，当然想了。睡觉吧，睡着了梦里啥都有。苏泽，人家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呀。你怎么能忍心看着人家每天累死累活的做那么辛苦的钳工工作呀？嫌累啊？嫌累你滚啊！我这是在给你找台阶下呢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凭什么给我台阶下呀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不就是个破生产车间主任吗？让谁做不是做呀？给我做一下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怎么着？你大气？来者不拒呗。秦海茹啊，我们腾龙厂不需要你这种品行不端的员工，你被开除了，立刻马上给我滚蛋！你凭什么开除我呀？你只有一半股份，人家厂长都还没发话呢，你在这嚣张什么呀？是啊，苏泽，你也太不尊重人了。你要开除人，至少也跟厂长商量商量吧。不用跟我商量，以后在腾龙，苏泽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他想开除谁，谁呀就得滚蛋。不是，苏泽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跟海茹一个女人斤斤计较，至于吗？那我还可以再斤斤计较一点。易大海，你也给老子滚蛋！行，走就走。你以为我愿意在这个破地方待啊？我告诉你，苏泽，你也别太得意了。这厂子转型啊，还不一定怎么样。等你破产有你哭的时候，哼！你瞅啥啊？你也滚蛋！不是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大家快来看呐！这里有个狐狸精勾引人家老公。这是想不到就这种事儿啊！这位美女好眼熟啊！想起来了，她是这家美容店的老板，前世就是因为被人早夭行为不检点，最终不堪流言轻生。你再胡说，我就报执法队了。好啊，贼喊捉贼，还敢威胁上老娘了？看老娘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！大姐，事情弄清楚了吗？就动手。关你屁事！你说这狐狸精什么人呐？哎呀，等，放手！那就别一口一个狐狸精的叫着，没礼貌。你说人姑娘勾引你老公，你至少得给个说法吧？这个看着也是这摸狗。前2天我男人回家活也不干了，还嫌弃我，今天还给这女的送了水果，不知道勾引的是谁？哎呀，
看着挺俊的姑娘，咋干这种事儿啊？开美容院是不正经。长得这么好看，还穿得这么时尚，难怪招人。一看就不刚刚是有人送了我一袋苹果，但是她放下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老公。说，是不是他勾引你的？老婆，就是他勾引我的。他说看上我了，想跟我好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既然你说人姑娘勾引你了，来，你说说，她叫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说人家勾引，要跟你好，这说出来大伙谁信啊？就是啊，昨天我路过，钱包掉地上了，他捡了拿来给我，还对我笑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人姑娘拾金不昧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这什么道理？我看你啊，你就是瞅人多作怪。大姐你也是，说的对，你老公自己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也瞎呀？你看他长得跟个车祸现场似的，都是比脸都干净，还说人美女勾引他。你还敢说我男人丑？不只是他，你也一样。你看哎呦，搞了半天是这男的自作多情啊！就是人家小姑娘做好人好事给捡钱包，你这做老婆的不去收拾自己男人，还跑来骂人家小姑娘，还动手打人，呸！真不要脸。就是别人清清白白开店，差点被这泼妇毁了名声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呐！这个男的当街打女人，你欺负我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你去打男人呀！哎呀，还有没有王法了呀？我管你是男是女啊！你打我，我就打你，还王法？你污蔑人姑娘，你老公骚扰人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王法呢？我咋污蔑他了？我男人咋不会骚扰别的女人，就骚扰他？要不是他穿的骚里骚气，我男人能往上凑啊？就是那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谁让他对我笑的？你看我拍不拍得响啊？老婆，他打我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人丑多作怪，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吧？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老公，我们走。你看，什么人？真是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别客气，我也看不惯那种人。大家都觉得开美容店很不正经，风言风语很多，我准备关了。美容院这个行业在未来也挺能赚钱的。不过你考不考虑做整形医院？整形医院？我倒是听说在国外好像还挺受欢迎的。随着经济发展啊，大家对自己的外形要求越来越高。你说的在理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苏泽。给点点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点点看见了肯定高兴。对了，明年华美集团要在东海办学校，全市这可是最好最贵的学校。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让点点上最好的学校。等学校办好了，我就去报名。点点，来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。爸爸，点点，来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还哭了呢？点点，你告诉爸爸，是不是有人欺负点点了？爸爸，是点点不好，点点被学校开除了。点点是个坏孩子，所以学校才会开除点点的。不，点点最乖，点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孩子。真的吗？如果点点是个好孩子，那学校为什么要开除点点？难不成又是杨毅做的手脚？点点啊，学校开除点点，那肯定是学校的问题。点点，不怕，
爸爸这就带你去学校问个明白，好不好？好。校长，我该怎么跟点点爸爸说呀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直接说是我的意思就行了。行。这点点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张老师，我听点点说学校把他开除了，是真的吗？是，我准备给你打电话呀，就是说这事儿。最好给我一个正当理由。理由？哪有那么多理由？那么多学生不开除，就开除你女儿，不是你女儿有问题，那就是你有问题。哼，这需要理由吗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那一定就是我有问题了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是杨浩让你这么做的吧？你什么档次？杨总的名讳也是你这种下贱的人能直呼的吗？你这校长当得挺差劲的，狗倒是当得不错。你敢骂我是狗？这世界这么多人，我没说别人是狗，就只说你是狗，那不是因为你的确就是一条狗吗？苏泽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在东海就没有小学敢接受你女儿。行啊，你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这姓钱的钱是因贪污受贿进去，不过那时已退休，算是白捡了10几年舒服日子。这一世他敢动点点，那就早点进去吧。校长，要不我先接个电话。来简的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哦，是小李老师妈妈呀。哦，你找小李老师啊？那个他不在。他带着学生们去市一中体育馆训练去了。市一中体育馆？哎，行好。723体育馆坍塌事故不好，点点，快跟爸爸走。哎，别跑啊！你小子不是挺有种吗？张老师看见了吗？只要我稍稍一发威，就把这小子给吓跑了。爸爸，你要带点点去哪儿呀？爸爸要带点点去拯救人类。太好了，爸爸和点点去拯救人类，冲呀！前世市一中体育馆因工程质量坍塌，造成不少学生死伤，教育局局长受处分。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救下他们。学长，过来，这里，走，这边。不行，不能让点点跟着我进去冒险。点点，乖，在这里等爸爸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爸爸。里面正在训练，闲人免进。我有急事，里面有危险。有什么危险？你有证件吗？我看你倒像是个危险。体育馆要塌了，我得赶紧进去把他们叫出来。啊，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好好的体育馆怎么可能会塌？我看你是来找茬的吧？有危险，大家快跑啊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有没有人给我打羽毛球？不行，里面太嘈杂，时间不够，就算进去了，也根本来不及一个个通知，而且他们也不一定信。有了。好啊，还敢抢我喇叭！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体育馆里出现火情，请大家有序撤离。重复，不要奔跑，不要拥挤，找最近的出口处。着火了！快来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快撤！这边！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快走！先生，等等我！着火了！快走！老师，着火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局长，你放心，我问问。哎，你过来。校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学生好好的不在里边训练，全都跑了出来啊？是这样的，校长，体育馆着火了。不过您放心，老师和学生都已经安全撤出来了。着火了？哎，这火呢？我也正奇怪呢。刚刚就只见冒了会儿烟，现在就没了。你去给我查一下，看是什么情况。局长，调查清楚了，是这个苏泽搞的鬼。他在体育馆侧廊的铁桶里烧杂物，好在只是起了一些烟，没有明火危险。原来是你搞的鬼啊！
怎么回事？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他刚才想冲进去，还说要去救人。不过校长您放心，他被我拦住了。救人？他是这么说的，没想到这火是他放的。他还抢我喇叭，说里边着火了，把人都给喊了出来。你是学生家长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据调查，他是市一小家长，不是市一中家长。他的女儿今天刚被开除，我怀疑他是蓄意报复，制造恐慌。幸亏没发生踩踏事故。你胡说！爸爸在救人，是大英雄。救人？他刚说有火灾，火呢？哪有火？就算有火，也是你爸放的。没有火，那就报知法队。但是有事故发生。体育馆主管北侧第3根横梁有结构性裂缝，随时会断，体育馆会塌。马上！你还在狡辩！局长，别听他胡说。体育馆上周刚做过安全检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孩子！真塌了！幸亏学生和老师们都撤出来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多亏了苏泽，我刚才还……我错了，我刚刚还拦着他，我还说他找茬，我差点害死了这么多人啊！妈妈，一定得注意。妈妈，就是这位叔叔救我们出来的。是你救了我儿子，谢谢你，你这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呀！要是孩子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全家可怎么活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快起来！我替所有的学生和孩子家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哎，刚才我在里面训练学生，如果不是你，今天我和这些孩子们恐怕就……人没事就行，你赶紧先去把孩子们安抚好吧，大家肯定都吓坏了。苏泽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真不敢想今天孩子们出事了，我有什么脸去面对他们的父母？被处分事小，这可是几十条人命，我们还误会你，实在是不应该呀。应该的，换作是任何人遇到危险，都会想办法让大家出来的。我对刚才对你的无礼道歉。哎，苏泽，听说你女儿被11小开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钱校长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想应该是我前妻，他想逼着我女儿把骨髓捐给他儿子。岂有此理！张助理，你去给我好好调查，查证属实，我饶不了他。是。苏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女儿做主的。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原因是我开除了学生苏点点。这苏泽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两位这是？钱多奇，有人举报你贪污受贿，你已经被捕了。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冤不冤枉？你留着跟法官说去，看他信不信你。带走。不，警官，听我解释。警官，走。警官。爸爸。哎，点点。点点，爸爸给你报名了最好的学校，点点明年就能过去上学了。最好的学校，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呀？点点别担心，爸爸有钱。点点不去，点点觉得现在这个学校就很好，爸爸赚钱太辛苦了，点点不让爸爸辛苦。爸爸一点都不辛苦，你看，爸爸都给点点报上名了，点点要是不去的话，爸爸可难过了。爸爸别难过，点点去。点点真乖，走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林小姐，你这是在等人吗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是啊，上次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听说你有一个女儿，我给孩子买了点衣服和零食。那……你这也太客气了。这就是你女儿吧？长得真可爱。是我女儿，甜甜，叫姐姐。姐姐。点点，我和你爸爸同辈，叫阿姨。阿姨。点点真乖。
阿姨，我带你去看我奶奶养的小兔子。好。苏泽，苏泽手里大包小包提着，肯定是找我道歉。我就知道苏泽放不下。苏泽，你是特意在这等我的吗？还有你这大包小包的都是给我的吧？滚！苏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道歉该有的态度吗？你说我给你道歉？难道不是吗？不然你干嘛在这等我呀？怎么着？这路上写你名了？我站在这儿就是等你，怎么这么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？哼，要不是刚刚听许茂说腾龙场赚翻了，我才懒得搭理他。苏泽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发誓以后只跟你一个人好。我这些日子吃不好也睡不好，你看我都瘦了，难道你就这么狠心，一点旧情都不念？哎，秦海茹啊，咱们两个之间没有旧情，只有旧仇。你放心，仇我都给你记着，前世的仇我可还没忘。看来苏泽还是放不下我背着他跟别人好的事。苏泽，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。全天下女人招你惹你了啊？你自己下去还拉着别人垫背。你一个大男人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就原谅我这一次，怎么了？我不大度，你大度。来，你大度，你把你家房子送给我。苏泽，你不行，不能生气。我把我自己送给你还不行吗？这样，明天咱俩就去领证，彩礼我也不要了，你只要把腾龙股份送给我就行。秦海茹，你想的倒是挺美啊！啊，要不这样，你呢，把你家房子送给我，我再考虑要不要。苏泽，就你这样还带着一个拖油瓶，除了我，还有哪个小姑娘愿意嫁给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不好好珍惜我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愿意嫁给他。阿姨，阿姨，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要嫁给我爸爸？你真的要当点点的妈妈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阿姨很喜欢点点，阿姨想做点点的妈妈。点点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！太好了，点点终于有妈妈了。苏泽，他是谁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没问你，我要苏泽跟我说。是。苏泽，你明明之前是喜欢我的，你现在怎么可以喜欢别人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笑话，我凭什么要对得起你？我喜欢谁关你屁事？苏泽，你别被他给骗了，他肯定是看上你腾龙股东的身份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现在这小姑娘都想着傍大款呢。苏泽，只有我是真心爱你的。你说他是傍大款，难道不是吗？这位林小姐可是婉婉美容院的老板。什么？她是东海做美容最出名的婉婉美容馆的老板？正是在下。她就算有几个臭钱又能怎么样？小小年纪能照顾得好点点吗？还有，你看她这穿着打扮，一看就不像能好好过日子的人。哎，不像我，虽然我年纪大，但我会疼人啊，还带大了2个孩子，娶了我，肯定比这小丫头更能照顾好点点。爸爸，我不要她当我妈妈，我喜欢林阿姨，你不要娶秦阿姨好不好？这个死丫头，敢坏老娘好事，看我跟苏泽结了婚之后怎么收拾她。点点，你听我说，你看林阿姨还这么年轻，她要是跟你爸爸在一起，肯定将来要给你生弟弟妹妹的。你想，要是爸爸有了弟弟妹妹，还会疼你吗？啊！你给我滚！点点，不信他的话，爸爸最爱你，爸爸也不会再跟你要弟弟妹妹的。点点相信爸爸，可是爸爸别人都有弟弟妹妹，点点也想要。你和林阿姨给点点生一个呗。点点，你要是想要一个弟弟妹妹，
秦姨也可以给你爸爸生一个呀。我不要，我只要林阿姨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对我好，就是林阿姨了。点点，秦姨对你不好吗？我可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。林阿姨会给我买很多好吃的，还有漂亮衣服。点点，秦姨也可以给你买好吃的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点点，秦姨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因为几件漂亮衣服，一点吃食，就认别人当妈妈，连亲眼看着你长大的秦姨你都不要了。亏得秦姨还把你当成好孩子。点点喜欢林阿姨，不是因为吃的。还有衣服，点点是好孩子。点点就是好孩子，不哭不哭啊！秦海珠，苏泽，你不想死就给老子滚！苏泽这眼神怎么就跟要杀了我一样，好可怕！点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是巧克力，是点点最爱吃的巧克力。谢谢林阿姨。不客气。给。谢谢。刚刚的事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当真的。为什么不会当真啊？不是，你来真的。你猜？对了，那天那2个人没来再找你麻烦吧？没有，美容院我已经转出去了。上次你不是建议我开整形医院吗？现在手续都办下来了，在装修，过段时间就开业。这么快啊？这林婉儿到底什么实力啊？一家医院说开就开，速度还这么快。现在国家鼓励经济，再说了，手续没有以前那么麻烦，可不就快吗？当然还离不开家里人的帮忙。上次开整形医院的主意还是你帮我出的，还有你帮我解围，我决定到时候股份分你一半。我操，这么豪横的吗？不用，我就说2句话，也没出什么力。什么不用？给你就拿着啊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好吃吗？苏泽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又来狗叫什么？听说你去教育局那儿告状去了。我去哪儿跟你有毛关系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去教育局告状，前校长被开除了，现在还被执法队带走了。你这么一闹，我儿子保送重点中学的事怎么办？哎，就你那草包儿子，还想上重点中学啊？你该不会给那姓钱的塞钱了吧？苏伟，这行贿可是违法的。你才行贿，那是人家杨丽给托的关系。杨丽凭什么给你托关系啊？难不成是因为骨髓的事？苏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打点点的主意，别怪我这个做兄弟的无情。什么大主意？你别乱说啊！那是他想让我在你面前多说他的好话，他就找钱校长答应给我儿子保送重点中学的。你最好是这样。哎，不对啊，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我还跟你解释起来了。苏总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给你什么交代啊？要不是你，我儿子就保送重点中学了。你得给我赔偿。滚一边去！苏泽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可是你哥呀！有个当哥的样吗？少给我来这套啊！好啊，苏泽，翅膀硬了是吧？今天我就作为哥哥好好教训教训你。
哎，张助理，你来了？没打扰你们吃饭吗？啊，不打扰。张助理过来，怎么能说是打扰呢？是这样的，体育馆的事多亏了你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咱们教育局特地为你制作了一面锦旗，还要奖励1万元。1万？这苏泽做了啥？给了他这么多钱？这么多呀！感谢领导，也谢谢张助理。你看，这天都黑了，还麻烦您跑一趟，要不一起坐下吃点？应该了，饭就不吃了。苏泽，我刚才在外面听，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。这不我大哥吗？他儿子找了那个前校长走关系，想进重点中学，这不那姓钱的进去了吗？这说是我举报的，找我算账来了。有这事？没有，刚刚我们俩兄弟正聊天呢，没把话说明白啊！哎呦，这打扫卫生呢。没有最好，咱们教育局是不会让任何人在学校这种神圣的地方走后门啊。另外，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领导，你问我儿子名字做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关注一下他的成绩，看他有没有资格进入重点中学。怎么，不能说吗？没有，这苏欣欣，我侄子的名字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您慢走。对了，局长让我跟你说，有空的话去他那里喝茶。哎，一定。这苏泽跟教育局局长关系这么好。点点，咱们多吃点肉啊。那，谢谢爸爸。苏泽，听着你跟教育局局长的关系不错呀。关你屁事啊！那肯定关我的事儿啊！你有这层关系，让我儿子送重点中学，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你给局长说说呗。我不说。苏泽，我发现你这人怎么就这么自私呢？你得为咱老苏家考虑考虑啊！那苏家的唯一的血脉，不就是我儿子吗？他以后还得给苏家传宗接代。你说说，他好了，咱们苏家不就好了吗？你说完了没？哎，先别急，听我说完吧。这1万块钱啊，你得拿出来，作为咱们苏家的长子长孙发展教育基金。呸！别给我来这套啊，没用。苏泽，你疯了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苏伟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不是都是屎啊？啊！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啊？你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咋不是人话了？这1万块钱啊，这可是整整1万，你花得明白吗你？这钱花不花得明白，不关你的事儿。提到这个钱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那个卖祖宅的1.5万，是不是该还了？这，你别跟我说这啊！我是长子，那祖宅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我卖不卖祖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也不用说了。哪条法律规定的？说这遗产归长子所有呀？什么法律？家人之间哪有法律啊？这事儿啊，我跟妈已经决定过了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那你就是不孝顺。你不怕传出去被人说脊梁骨吗？母不慈，我凭什么要孝呀？一句话，这钱还还是不还？没有，有也不还。对了，我记得我那个草包侄子上那个市一小，也是托人走的关系吧？哎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肯定得被开除。要不，我给局长打个电话。你敢？你不还钱，我就打。你要敢打电话，你看妈饶不饶过你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滚一边去！哎，别！我还不行吗？拿来吧。走得急，车子没在身上，我回家给你取去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存到存折上，今天正好是你发工资的日子。忘拿了这。好，我给你，我给。早拿出来不就得了？哟，1.6万，那我就都收下了啊，多这3500啊，就当是利息了。什么叫全收了？你之前不是说利息2500吗？
现在我改主意了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我该打电话了啊！行，你给我等着你，给我回来！我都把存折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嘛？血条子。太欺负人了！我告我妈去！爸爸，你看，王阿姨给点点买的新裙子漂亮吗？漂亮，我的点点啊，穿什么都漂亮。你们来我家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做的好事太多了，你们说哪家？点点这裙子一看就不便宜，是牌子货吧？苏泽，不是大嫂我说你，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。我的钱就这么花，怎么地吧？老二，你大嫂说你2句不可以吗？这一个女孩子家穿那么好做什么？浪费！哼，这留着钱呢，应该给我大孙子花。还有，点点，这你爸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呀！赶快把衣服脱了，让我拿去退了。来，爸爸，点点不怕，爸爸在呢。你们都给我听着啊！我女儿就是要吃好的、用好的、穿好的，我的所有钱都是点点的，其他人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钢镚儿，想都别想。什么叫你的钱？你是我儿子，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，那我的钱呢，就是我孙子的钱。点点这个死丫头，是1分钱都不能花。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呀？那还说我大哥的房子是我的呢？不说你的钱，那你大哥的钱呢？你凭什么抢你大哥的钱？赶紧把我们家的折子还回来！什么叫抢啊？那是卖祖宅，我分的我那部分的钱。我告诉你啊，苏泽，你要是不还，我现在就去报执法队，我告你抢劫，到时候你就等着蹲大狱吧你！你报，我有所有写的条子，到时候你看执法队是抓报假警的你们，还是抓我这个守法公民？你给他写条子了？是臭小子逼我写的呀！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哎呀，赶快把你大哥的存折给他，要不然我都不认识你这个儿子。还有我儿子上重点中学的事儿，到时候你跟教育局长说一声，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好啊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这小子肯定是怕我不认他。还有那1万块钱的奖金呢，拿出来供我孙子上学。再一个呢，那点点上完小学就让他辍学，再长大一点呢，就去打工赚钱，供我孙子上学。这女孩子家早晚要嫁人的，这读书浪费钱，只有我孙子呀，才是永远我们苏家的人。你们听听，你们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啊，畜生都说不出你们这样的话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不是说好的吗？你不认我这个儿子，好，我答应。口说无凭，来，写个断亲书。你这个不孝子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是这样对你亲娘的吗？你洋话，我怎么不记得呀？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，这10几年你都没管过我。以前我总被别人嘲笑，说自己没爹没妈，现在你拿母亲的身份来压我，你想都别想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我虽然生了没有养你，可是我就是你亲妈，你必须听我的。生而不养，枉为父母。
所以老话也说了，你就不配当我的母亲，滚吧！哎呀，家门不幸啊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呀？我不活了，我死了算了。你为你孙子闹成这样，你孙子会感激你吗？苏泽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挑拨离间啊！我儿子可最爱他奶奶了。你儿子最爱他奶奶，你儿子最恨的人是他奶奶才对吧？我孙子欣欣怎么可能会恨我呢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全是因为赵小娟挑拨，苏欣欣长大骗走我妈全部养老钱后，就把她扫地出门了。最后还是我来给她养老。好啊，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我们就试一下。欣欣啊，好，大白兔奶糖，我要吃，我吃。哎，想吃糖可以啊，但是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，不能撒谎，撒谎可就没糖吃啊。好，有话问，我不说谎。你最爱的人是谁啊？爸爸妈妈、外婆、舅舅。那奶奶呢？奶奶是坏人，我讨厌她。那你以后也不给奶奶养老啊？不给，我长大后要给外婆舅舅养老。我要长大挣的钱要给外婆舅舅花。你这死孩子，不要乱讲话！你闭嘴！你来说，欣欣啊，是谁跟你说奶奶是坏人的？是妈妈。欣欣啊，那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妈妈说奶奶是老奶奶，是坏奶奶。哎呦，欣欣，奶奶对你这么好，奶奶怎么可能是坏人呢？你忘记了，奶奶给你买书包、买新衣服、买玩具，奶奶怎么会是坏人呢？欣欣，就是坏奶奶，那些钱都是我妈给你的钱，还有外婆舅舅给的钱。胡说！那些都是奶奶拿自己的养老钱给你买的。我没胡说，我妈妈说了，奶奶对我好都是骗人的，只有妈妈、外婆、舅舅对我好才是最好的。你就是坏奶奶。奶奶不是坏人，你妈和你外婆才是坏人。不许说我妈的坏话！奶奶，我讨厌你！我长大要变成奥特曼，打死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在我孙子面前污蔑我！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老公救我！啊！救我！小孩这么小不懂事，你这么大年龄了，咋还跟他一般见识呢？老大，你这个坏人，竟然打我妈妈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什么玩意儿啊这是！哎呀，别！好了好了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啊！我不活了！老苏呀，快下来给我抬上去吧！哎呀！狗咬狗一嘴毛，真是有趣啊！